永康区因为人口多、土地争夺，所以地政局编列了7大中划区来积极开发。对此，议员林养义虽然乐观其成，不过以利王公墓为例，因为包括迁装、进塔等公告、保养、查固等相当繁杂，需要求市府一定要同步加速进行，避免中划遥遥无期。盲人爱迁走嘛，爱公告。看要进塔，还是因要去别位，暗时迄个线呢下底，因管网啊迁了下底，都钉塔下底都有足个。较早古早时代老的钉塔滚啊站，所以恁办中划啦吼，恁爱同步做一道，袂使讲今年办这项，明年办这项，后年办这项，你办10年，义王会网啊报中划，你无才通办好势。你若分工合作，该正经的，该扣骨的，扣骨你这是爱公告啊。永康公所人便啊，你要公告讲网啊底下讲是公告，讲是要迁走。重划计划书公告以后，要做坟墓的这一些补偿的查估，今年有编补偿费。那工程的基本设计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，基本设计完了之后要进行细部设计，然后请各相关局处来审查。我们预计明年的下半年要来开工，所以前面还有很多的工作，就像议员说的，要赶快先做查估补偿啊，然后签账。那要签账干净了以后，那才可以开工。另外，针对地政局开发工程已经聘用专案管理工程顾问，同时佮编列工程奖励金，议员质疑其他局处拢无这款做法，感受涉嫌集体贪污。对此，地政局长澄清，一切按照工程奖金要点来发放，主要是鼓励工程业务人员的执行绩效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英庚采访报道。